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3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中国的无人机最近接飞来金门，昨下晡佫有无人机飞过来。下晡5点59分，要暗暝时飞过来这只无人机，咱国军有先提出警示，但个对方也是急皮皮唔走。咱国军头摆开枪射击，这只无人机才翻头往厦门的方向飞转去。共军无人机最近几夜摆侵扰离岛，30下晡4点外架，用尾尾暗6点左右，拢有无人机侵扰大打、二打架、西苏地区，其中下晡5点59分的无人机，因为伫国军示警了后继续咧射，所以国军第一摆反制示警，10大射击驱离。我们不会挑起战端，我们自我克制，但不表示我们不会反制。我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我们有任何作为的话，一定是抱着一个自我防卫的一个作为、一个反应。那到时候我也可以讲，我放几个鞭炮吓麻雀，你到时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中华局势紧张，总统出门发声国军，日军愈倡导，咱就要愈冷静，也下令国防部采取必要而且强烈反制措施，对中国外交部提无人机入侵金门，大做一中文章。咱外交部以不请自来为主旨，批评中国是科学麻烦制造者。有学者认为，影响飞行威胁就是电子干扰应对。我做国防部长的提付费主费帮这款认为应该拍落来。我绝不允许任何无人机进入到我的军事范围，守土有责，击落无罪。美国中央政府陆续访问台湾的时阵，中共连续派军机军舰伫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用机超过台海中线，正造成伤害。为8月初到即马无到1个月，将近400架次强机超过海峡中线，威胁台海安全。根据国防部30到下晡5点统计，有强机24架次，其中2架次超过海峡中线，6架次侵扰西南空域。记者综合报道。今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1回风台沿南路昨昏是增强变作强台，今日暗时开始到拜六，咱台湾会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东部是爱洗一柄大雨。咱来看风台会安怎行。沿南路风台目前伫咱台湾东边的海面上，因为今日到拜六。风台附近导引气流会减弱，所以风台可能会伫原地势玲珑。那未来往西边山顶东，安尼对咱台湾的影响就会较严重，无排除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即礼拜日开始，风台会转北，就会快速离开咱台湾。那今仔日日时天气高温偏热，过道西半部、东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地接雷阵雨，云林以北可能会上大雨。下暗开始，咱就会受沿南路风台外围环流水汽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就会转做乌阴天，会开始落雨，会落几若天。北部即马欠水，就有机会会得小看小透。来关心今年第11回风台沿南路已经变作强烈风台，气象局嘛讲无排除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风台按算9月初1到9月初3会上挖进咱台湾。今年第11号风台沿南路渐渐瓦近，为礼3暗时开始，北部、东北部会转为落雨天气。礼拜4 9月初1开始，风台上瓦近台湾。从1号开始，2号甚至到3号这一段时间，台风的速度会明显的减慢下来，甚至在台湾东方会有一个打转的现象。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台风在这个时候路径上有往西、往南的方向偏移。那这个往南的偏移，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台风东南侧这个低气压对它有一些牵制的力量。气象局表示，沿南路风台伫礼拜2下晡已经增强为强烈风台，结果真10北，海面环境有利风台发展。预定拜4至拜6，北部、东北部雨会较明显。按过看今年7月到8月，到即马也无风台。供应大台北地区用水的翡翠水库有效跳水率较无60成，今年以来的最低，跳水量比历年同期比起来减少500万吨。7、8月降雨降得比较少。我们未来3个月应该是供水上应该是还没有问题啦。东北季风的雨量大概占我们整个翡翠水库集水区大概有7%左右的雨量。就算今年台风没有进来，我们希望东北季风能够像往年一样。
气象局预测，秋季的气温正常偏温暖，可能有1个至2个风台侵袭台湾。翡翠水库管理局表示，10月至明年2月，东北季风报道，而且会当带来将近3成的水量。家人新北的习指进行夜间离峰时间减压供水，预估每天会当省1万吨的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咱的国内疫情有小可缓和，咱国内本土病例伫昨昏阁超过3万例。疫情指挥中心是分析讲，目前北部的本土病例内底有超过一半拢是去挖到 BA.5，那南部差不多是2成外，这是显示 BA.5 疫情长得压悬，后礼拜有可能一天会超过4万例，所以调整医疗院所的专职病房比例。但过目前，台北的专职病房已经剩无4成。国内疫情各变严重，单日确诊病例数伫49天后阁徛上3万大关。3早新增加本土个案31178例，六岛的病例拢有相关的趋势。其中新北市6631例上侪，全国中重症增加56例，新增加27例死亡。其中一个30多岁女性，6月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了后，迄个月快筛阳性，后续出现真侪症头去急诊，转到隔离病房治疗，进一步诊断出有癌症转移。7月中不幸过身。这位是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那他这个7月17号过世之后，这个死因有一度就是说把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列在其他，不过后来经过修改，把它移到了这个主要死因。国内疫情各变严重，指挥中心统计，顶礼拜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礼拜增加15.5%，BA.5已经开始快速伫社区传播。进前北部确诊个案内底，BA.5个案已经超过5成，中南部是2成至3成。明天可能会超过3.4万，或是到3.5万。那这样就从上个礼拜2.8万变3.4万，那可能在下个礼拜3可能又变4万。指挥中心表示，虽然目前全国专职病房平均空床率6成，不过台北已经降到4成以下。指挥中心要协调应变病院，一礼拜内加开专职病房。另外，国内辉瑞 BNT 疫苗拄啊到60万剂，会优先提供予各中的校园注第3剂。Novavax 疫苗剩较无10万剂，预定一礼拜内还阁有会到位。莫德纳疫苗有200万剂。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面对疫情，中国同款是坚持爱清零，这唔但影响经济，嘛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中国16岁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到7月份的时已经要挖2成。另外，嘛有不少中国的少年家因为封锁、管制，也有隔离，即嘛出现心理疾病，社会出现活咧就好懒死的态度。中国的专家是较烦恼讲，这款问题、这种气氛，若是数常化，可能会影响20档。来看联合报，华航伫昨昏召开临时董事会，通过要采买16架波音787之9这型的客机，差不多爱开台票1398亿。即马还付2025年就当开始交发零机。今年4月中的时，美国的参议员葛里汉来咱台湾访问的时，捌当面向总统蔡英文建议，希望台湾买波音787。不过总统府新闻稿却无写着，昨华航发布这项消息，只是讲真正有这件代志。来看中国时报。中国第20届的全国代表大会时间即马确定要伫10月16日伫北京举行，由习近平亲身主持，卖头摆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策略，替未来5党两岸关系要安怎行提出方向。另外，习近平敢会继续做总书记，外界嘛真关心。来关心选战，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因为抄论文的争议，已经退出桃园市长的选战。不过，即马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嘛，互质疑讲，之前伊向农委会有提出3年的研究计划，牵涉到抄杂志、抄论文，而且拢无注明来源。张善政是回应讲，这是我乌。伊强调，这项计划毋是论文，是替政府在收集资料甲趋势，才会引用国内外的研究资料。农委会是表示，一切会依照相关的程序来调查，嘛会请当事人去说明。为了选战积极走行程，不过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双方压出担任风纪副总期间，向农委会申请3年研究计划，总经费达到5700万，内容涉及抄袭。张善政回应，这是红报哦。
我们现在选举的时候对抗的是整个民进党的国家机器，所以他们各种令人不齿的手段，我们都心里面都有所准备了。张善政表示，这项研究是数字整理国外新的农业电子化发展资讯，介绍给国内研究单位，需要引用真侪期刊内容，甲论文写作性质完全无同。若讲有疏忽，也代表团队向农委会回示咧。针对张善政研究计划部署抄袭，对手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是批评离谱。这个是获利的行为，而且是不当获利的行为。这个是政府的国库、政府的财产、人民的纳税钱。那我希望他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视自己这个案子。诚信更不能双标，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尽速，请你做说明。选举过程一再被这样的事件搞得大家对选举失去热情，对政治人物失去信任，我觉得是这个对市民最不公平的地方。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罗香玲也爱张善政讲清楚。对诚信唔通有双标，搁爱正面回应。若讲有抄袭，就退选。对于这件研究计划抄袭疑云，农委会表示会依相关程序办理，也会请当事人来说明。合约书里面也有相关的规范，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我说如果有任何的这些像抄袭或侵权行为，那都有依照相关的规定要办理。桃园市长选举一直有风波，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则因为论文抄袭证据来提选。即马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的研究计划也互质疑，为桃园选情产生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昨昏是提出社会福利政策，嘛，互人提来甲前一阵国民党的蒋万安的政策提来做比拼。另外，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昨昏是去伊做市议员的选区内湖走行程，嘛有去碧山岩的开宗圣王庙拜拜。甲侪社福团体徛共台，30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提出伊的社会福利政策，锁定弱智、青年、时代、身心障碍、社福沦陷5大方面。外界甲提来参前一阵国民党蒋万安提出的新住民、弱智等等社会福利政策相比拼，陈时中认为家己的较完整。我对社会福利也涉猎的时间也算是长的，涉猎的越长的人就越觉得。点会不够，线不足，至少要面，最好是一体都要成型。30蒋万安出席大安区护员会的活动，面对政策比较，伊是提出伫立法院的经验来说明。这2届每一个会期都在社会福利卫环委员会，同样也是秉持这样的初衷跟态度，来提出更好让他们有感的政见出来。同时也会注重到财政纪律。根据一间电子媒体的民调结果，台北市长6个参选人目前上竞争的三卡都支持度，蒋万安是36%领先，刷落来是黄珊珊26%，陈时中是23%。面对民调结果，陈时中甲蒋万安拢讲，民调做参考，会继续拍拼。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可能要变得更让人家喜欢，持续的深耕、扩展票源。高票当选3上乡。同一天，黄珊珊先去伊市议员时期的内湖选区，一早伫碧山岩的开宗圣王庙，甲里长、民众制作伙啉咖啡，展现伊伫内湖的高人气。佮有伊第一摆参选议员的志刚，送伊当初时的竞选衫祝福。面对民调结果，黄珊珊并无真要伊。每天看民调，那真的不用做事。台北市民8年前就已经抛下被政党绑架，政党政治。我觉得在台北市已经走到一个瓶颈。黄珊珊认为台北市民大部分都唔是拿，嘛唔是力。伊讲台北市选战上大的议题是要安怎争取中间选民的认同。记者郭文祥、随林玉凯台北报道。那台北市长郭文铁任内上尾也一届的总执询，那力是甲焦点放伫伊做8年时前的总检讨，包括大巨蛋的争议、北投影视音园区牵涉多例厂商，也有鸟空缆车直直了钱、社会主体政策跳票这个议题，伊是互议员骂甲臭头，考说伊是表现上歹的市长。在任期的最后，我就送上一个金酸梅奖。比较影视界金酸梅奖颁发小金人，和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郭文哲任内伫安孝安高安项目人数创新高。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讲，郭文哲是上差市长，最差市政成绩
最差市长奖。我今天加送你这个汉堡。国民党任内最后一摆组织巡进行第2天，那绿聚焦8年施政总检讨，尤其大巨蛋争议无解决，也正做检讨重点，也有鸟揽营运在1年了超过10亿。国民党认为要求，就有一个大巨蛋了，现在都还没有，然后要被求偿18亿8900万，如果败诉，市政府败诉，你要不要赔？这个是依法行政，所以不会败诉了。11年总亏损就高达了10亿1624万6675元。动物园你要知道，它是文湖线跟南环线的交汇点，长期看这个地方还是有前途的。而且那个安坑线嘛，那个安坑轻轨那个也到那里，所以那个以后是交通要道。另外，北投也是因园区防执局有道理放水得标抢伤之嫌。国民党强调，一切拢是按照正常程序对外招标，也有首都三卡都选战。王世坚这期国民党为保住已经1个月公权，有可能放弃黄珊珊。也毋过国民党5摆反问王世坚，敢是支持黄珊珊？王世坚是啥物问题？只讲家己的感情理智。也来军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48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148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共已经超过527万例，日本超过18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6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中国的深圳已经搁举起来，当地头摆即马发现 BF.15的病例，一寡所在已经宣布要全区管控，要关制到9月初2。这台火车入去社区搭红色位置，深圳有250万居民的量化区，各种5、6场所批发市场30全面关起来，大型活动暂停。当局表示，民众要进出主题区，要提出24小时内体检阴性证明。餐厅要限制人客人数名超过总量50%。这是自治到当局针对罗湖、福田、龙岗这出同款的措施了后，新增加的防控区。中国到即马依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深圳最近疫情冲击，染疫人大部分是为罗湖区甲福田区来的，官方要求居民无必要唔通出外。根据深圳卫健委比对8月23以来所有病例基因定数，大部分确诊者是第一摆伫当地发现的 Omicron BF.15变异株，这是 BA.5.2.1变化出来，表示传播的速度更较紧，隐蔽甲传播力更较强，非常高快刷来去一段时间，是全市防疫的关键。当局已经发布系列防疫措施，包含24个地铁站暂停营运，335个公车站停驶，防控至少到9月初2。各根据疫情发展滚动式调整，各部分病院也发布停诊公告。公司新闻黄文玲评论。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昨暗伫莫斯科的病院过身，伊才甲91岁。根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病院的讲法，戈巴契夫是因为长期破病过身的。敢若讲安尼尔，无搁加讲啊。即马这个前苏联的领导人，伫无老会的状况之下结束冷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人。不过，伊嘛无法度阻挡苏联线了。伫1990年到1991年，为一任苏联的总统，伊嘛是唯一一个伫10月革命了后出世的苏联领导人。伊甲美国有达成减少武器的协议，嘛甲西方的大国家有建立合作的关系。甲二战以来分裂欧洲的铁幕拆掉，嘛是向德国统一。戈巴契夫捌伫1994年的时来到咱台湾访问。咱伫中美洲的友邦海地，人民因为不满通货膨胀钱变薄，也有社会暴力治安歹，人民发动示威抗议，要求因的总理爱落台。另外，伫南亚的斯里兰卡经济危机也被收煞，真侪人即马是失业，腰肌失糖，食袂饱。若妈妈就算家己腰不倒，嘛是喙齿紧加咧，爱先互囡仔有饭通食，有册通读。
抗议民众伫街路小练台走路中甲警方对立，警方也以催泪甲水对台双方伫街路发生冲突。海地自从去年总统莫伊斯有刺死亡了后，多点有帮派争夺政权的暴力事件，到达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加上最近通膨提升29%，纽约油价提升几啊倍，互民众真艰苦，表示盈利到再度加上。首都太子港街路示威，要求总理落台以示负责。镜头转到斯里兰卡当地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苦，手捧的是厝内存的鱼脯啊、干那塞卡拉、万炭、无米汤啊煮食。因顶一摆食着肉，已经是1个月以前的代志。伫无偌久之前，连煮饭的工区也风头地走。Uganda no te pulang podi Uganda no ako mari tu potti no ganne tu mette membagi mia mahatte pada kana bangkalo ten gila kia puam ti gul potti maran din melawal ti no apa tali netti melawal letter ti melawal ni mino pem karamal karagana na gila 斯里兰卡受到疫情疫情、油价提升、甲政府政策不当等因素的冲击，国家陷入破产危机。2200万人口中有超过1/4的民众三顿食袂饱。58岁担任扫街清洁工的伊朗佳妮，后生甲大做伙姊妹仔拢失业，为了保住家己的饭碗，就算一工只会当食一顿，也爱勉强去做工。 Kandang kagak naik di lihat sama, ini bagi orang dulu sama yang ada gay, kisi macam ni sini pada pada tin ada tin, itu ngai naik di lihat tu bayar macam, dan tujuan ni kisah lihat. 斯里兰卡民众虽然连食饱拢成问题，也毋过更加艰苦，也要互囡仔受教育，想办法赚钱，为囡仔买高考册，因希望后一代会当接着教育，早日脱离山车。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那伊拉克的政局是无稳定，国会大选以来派系无共，大家各无共识，加上也无组成新的政府。其中势力上大的什叶派教师萨德29时，佮雄雄宣布伊要退出政坛，这是引起支持者冲入去巴格达的政府大楼，和什叶派的团体发生冲突，上无有造成23个人死亡，380个人受伤。全国即马已经宣布宵禁。 在伊拉克政治宗教有真深影响力的什叶派教师萨德，旗下的势力团体也伫去年10月国会选举上侪胜出，也毋过伊拒绝甲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团体协商共组政府，使得国家陷入僵局。萨德29突然推文宣布将袂阁干涉政治事务，佮关掉旗下所有所属机构。 消息指出，7月8月2度攻占伊拉克国会议场，甚至伫门外镇压示威的萨德的支持者，情绪激动的冲击巴格达列夫内的政府大楼，佮甲经常对手亲伊朗的联名协调各国支持者甲安全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火箭推进流弹、长枪等重型武器全拢使用。 طلباتنا حل البرلمان والفاسدين محاسبتهم شرع قلع ونحن نقول يا سيدي يا أبا هاشم أقدامك أو أقدامهم أو جبروتهم تحت قدميك ونحن فدا لتحت لتراب قدميك يا أبا هاشم والنصر لنا 除了首都巴格达街路陷入动乱之外，抗议活动也拖到国内其他地区。纳西里耶甲希腊布的市政大楼也拢被萨德支持者弄入去。看守总理同时也是萨德盟友的哈特米宣布全国宵禁，佮恳求有能力平息暴乱的萨德出面解决。萨德是宣布进行绝食，一直到各方停止使用武器佮暴力为止。隔壁国伊朗封锁边境，科威特是呼吁公民随离开伊拉克。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甲伊朗关系紧张，两国伫波斯湾爆发冲突。伊朗拖走美国的无人船，那美国的海军虽出动，必因爱放船。来关心路透社有报讲，美国监管人员即马要针对中国企业来查销。头一批即马已经选到中国的电商阿里巴巴集团，9月就会开始进行审查。 来看中国有一台无人机，昨昏是侵入咱的东部空袭。日本有派战机起飞来监控，嘛有翕到中国无人机真清楚的相片。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中秋要到啊！大家
当年拢有真侪人是讲袂听，硬要对国外寄一寡有蓝猪肉啊、猪肉制品的月饼，也是延长入境咱台湾。昨昏非洲伫这中央应变中心有开会，宣布要加强边境的管制。嘛讲今年到8月，违规炸猪肉品入境的案件，佫开始咧增加，目前已经抓到63个违规。中秋节是国外寄送违规猪肉产品的大月，去年干那9月就查获231件，今年中秋要到，非洲伫这中央应变中心宣布加强边境防范，不过随着边境偷偷开放，旅客违规炸猪肉产品的人数，今年1到8月底就达到63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0件。在7月、8月被我们发现携带猪肉制品进来，花20万的。开始逐渐的成长，16件或18件。我想各位大家知道，我们边境开始陆续的开放。虽然违规猪肉产品透过邮包甲快递数字较减少，不过邮包未达疏忽。农委会自5日控实施，收疫区寄来违规邮包，罚收件钱20万的新制。到目前为止已经查获99件，2/3来自中国甲香港，不过也排除裁罚90件，9件犹原在调查中。这些输入人其实有些真的是不能归责于他，就像刚提到，就是说，他就参加抽奖，东西就寄来了，他也不晓得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也告诉他这些是不行，那就不能再有第二次。非洲猪这病毒属于 DNA 病毒，还未出现抗原性变异。以泰国为例，那感染会当讲是中国市场全面受害，甲越南的传播模式同款。目前亚洲只剩台湾甲日本是非疫区，因为无疫苗通做，非洲猪这互产业真惊。农会表示，越南甲美国合作来研发疫苗，希望找出对抗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顶个月14日，南投草屯有一间生技公司发生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的枪案。检方即马已经甲姓李的嫌犯起诉，要求法官爱判死刑。法官即马嘛认为，因为有国泰人的疑虑，也甲姓赖干部嘛有多蒙串情的疑虑，即马裁定2个人继续受押禁见。枪击案发生5月，草屯一间生技公司员工照常上班，不过面对外界假低调。检方调查南投草屯生技公司枪击案30侦查终结。检方表示，姓李嫌犯罪行重大，向法院求处死刑。新被告涉嫌4个杀人既遂罪、1个杀人未遂罪及2个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嫌。被告在被捕之后，公然对媒体表示，他是为了要报仇，得意洋洋且毫无悔意。对于枪支来源，被告前后说法不一，而且误导办案的方向。7月14日，姓李嫌犯创立这间生技公司，将5个被害者关入便所，经过离开前，负责人赖敏南重伤，不过伊小弟查某囝，还有2个员工拢当场死亡。检方表示，姓李嫌犯因为甲姓阿女确定有职权，才做犯罪动机。事前经过真紧密的预谋，犯后无悔意，对称的来源讲法无同，符合死刑要件。出备表示，姓李嫌犯平常真正常，想不到会犯下重大案件。伊嘛算讲有拍死遐济个啊，法官判的也毋是讲咱有做掉迄类的。蛮正常的，想要兄弟那边都蛮正常的啊，那是个人恩怨，那纯粹是个人恩怨的啦。家属听到安尼消息，无愿意对外回应。南投地检署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杀人罪，顶真济项罪嫌起诉求处死刑。帮助厂内养生馆姓赖干部因为牵涉姓李嫌犯的枪支买卖，共款互警方起诉。南投地院30开庭审理，姓李嫌犯承认全部犯罪事实。法官认为有犯后杀人的可能，甲姓赖干部有逃亡串供的可能，裁定2人继续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2022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美基林、指南昨昏正式公布，其中以公是连续5档摕到3粒星。这届佫有增加台南甲高雄，不过台南是无餐厅入选，嘛引起民众讨论。这个机鱼真材实料，互人看到是喙暖强要顶落来。规道的菜色拢是真有名台菜餐厅，兴业中菜因招牌菜路。第30公布的美食指南，2022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米其林指南，头一届摕到1粒星，而且每一出菜拢代表这个投资团队因系心诚料理的用心。兴业的中菜终于得奖了，也被那个米其林认定了，被我们的顾客认定了，被全省的台湾人都看到了。2星、3星是目标，
我们会先把自己先准备好，把它做到位。迄若新公开的名单内底，拢总有38间餐厅入选，内底一间中国菜餐厅合作义工，是连续5年摕到3粒星。迄若头一届入选的高雄，嘛有2间餐厅是摕到1粒星。不过好食的料理嘛，介出名的台南府城，虽然嘛是头一届加入米其林的评价，不过煞是1粒星就无摕到，引起大家讨论。不过保安路嘛有真出名的米糕店，伊就无遐尔要义。食就好啊，有对无对，我给咱唔是一定要得到迄较会食。那有没有得星？我觉得这一次蛮可惜。但不管有没有得星，我们该做的事情应该都还是会持续把它做好。台南的民众是用行动来消停，因为台南料理本身就好食，根本就无需要米其林来认证。随便口袋名单拿一个出来，都比米其林的好吃。还好没有被认证，如果被认证，我就吃不到了。台南这一次在必比登的名单开得非常漂亮。那市场就有一个风声，传出就说，因为很难去挑出好的米其林新兴的餐厅的指标哦，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虽然台南的料理无互选调，有淡薄遗憾，不过咱台湾好食的物件透过这份指南，互国际看到咱台湾。交通部表示，会由观光局整合资源，推动疫情后的旅游，透过美食甲多元旅游的对话，向国际来推荐台湾的好料理。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食有关系，这是为着要改善偏乡的学校学生囡仔营养午餐食到的问题。教育部有推动偏乡中央厨房计划，分林有9间学校通过申请，未来会以大间学校的中央厨房再造卡煮食，再甲这中昼顿送到附近的小间学校，解决囡仔食到的问题。另外，昨昏开学啊，台东县有爱心人士官兵版电脑，要互偏乡的囡仔人人拢有一台。专科人员将菜煮好了，赶紧用保温阿肉分装、各装豆浆、豆饮，用手机看温度，佮由餐车送到附近的偏乡小学校。以云林万光国小来讲，中央厨房热气当中，目前先用古灶卡7人份送到附近的2间国小。送到那边，我们要知道它送到那边的熟食温度是几度，就是才不会有那个食物中毒的那些情形出现。对了，供餐的一个车程流程跟实际装载的作业，因为再从这边要上车到那边下车，到推到学校的指定的一个位置，先做一个模拟。为改善偏乡学校供餐问题，教育部推动偏乡中央厨房计划，云林县有9间学校在企业实施改期当中，未来应供应附近21间偏乡小校。那原则上，它供应的学校就是距离以10公里跟车程30分钟以内为限啊。那所有的这个运输车相关的保温保冷相关的一些设施设备都非常的完善啊。另外，台东县政府最近购买5000个平板，予县内每一个国中小学生一人1个平板来使用。不过面临挑战是厝内底上网络的环境，就是偏向孩子可以把平板借回家里的时候，那家里的网络环境可能就是我们要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啊。那这个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有关单位可以来协助。台东教育处表示，为落实所谓学习，今年原来增加20个资深老师。根据所谓中心学校每乡镇有1名政治资深老师，协助各个学校开发所谓课程，希望互偏乡囡仔在疫情影响之下学习袂断去。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中华溪州有几10公顷的稻仔田伫要收成，即马当需要用水引田。不过中华县政府需要发出工程，甲水门关起来啊，害农民即马无水通用。更调一只叉子灌溉水准，时间现场水位水准拢枯竭，附近数十公顷的农田面临断水的危机。彰化县溪州乡当咧进行调用120间换稻作的工程，当地村长批评，厂商事情无甲地方沟通，水稻仔田2个月了后就要收割，断水将会影响稻仔结晶的程度。咧农闲的期间，应该有差不多2个半月的时间，这2个半月咧是做得对啊。爱怎田，即马阮怎田，当爱用水，所以来咧做。所以，我水头的水管断掉。这项工程是彰化县水利主管处委托农田水利署彰化管理处办理。村长讲，以早水利工程拢会选择农闲的时间动工，即马想要做到做好农民袂负反应，现场工区也无任何安全维护措施。官府表示，已经要求承包商改进。要请水利会要求这个承包商啦，这个基本的工地的安全已经要无堪虑的啦。供水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跟水利会了解过，他们在施工的这个阶段的话，会保证给农民有一定的用水。我们会设抽水机，提供水源。联络窗口需要用水的时候，跟我们供应厂商去送抽水机。农技署表示，调用120工区工期，也有40天会提供联络窗口，农民有用水需求会当随时联系。厂商会出动抽水机，由水头水准抽水支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筹备超过1档，头一间所谓实验高中昨昏嘛开学啊。头一届有40个学生，这学生囡仔是透过特殊选材，也个个人申请来的，会使按照因家己的兴趣甲需求来选课来开课。一般的高中一定爱读的华语、英文甲数学，伫这间学校电脑拢变做是选修。学生囡仔兴啥就会使学啥，自主的空间真大。原来台北前运有万大像哪线，发现徛街附近的U Bike 2点空变侪啊！林家军向其他同学讲，再去看完台北城市博览会交通运输主题感想，这是一位传统学校转入实验教育的第2节课。我们是每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课表，给我弹性的上课时间，让我自己安排，是对我来讲非常有益的。规个社区拢是行动教学，手中的陪伴连接网络，到达拢会当学习。台北市所谓实验中学是全台第1间，包括实体、线顶加线下混成学习的公办公营实验学校。而且学费比较公校，甲其他高中同款，修完146学分，取得毕业证书，也毋过自主甲弹性时间佫较侪。一般普通高中的我们的必修课，比如说国文、英文、数学，在所有学校会是选修。好，那我们的必修反而是像设计思考、数位时代、数位公民，对于他们未来的目标有自己的一些规划跟想象。所以这个学校的学生还可以提出个别需求课程。就由于高中的时阵都爱生物科学，也介意运动。伊讲，那伫一般的高中无法度满足家己需求。课业就是比较死，就是早上几点去上课，然后几点放学，上上下，通勤时间跟什么，很容易时间就跑掉了，没办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少学校会有女足这个东西，就是这所学校虽然也没有，但是能够找到的管道比较多。无几点爱教学校的问题。会当按照家己的需求，甲老师做伙建构课表，未少新生目前感觉自主甲自由。要学生讲，而且会当鼓舞着兴趣，2年半了后，有外会当用个人申请，还是特殊选材进入大学，实验教育给予因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台湾苹果新闻网伫今仔日会收起来。那甲台湾苹果新闻买落来，新加坡的企业家潘吉贤昨昏头一届面对媒体，伊讲伊袂互本地员工失业，伊会阁成立一个新的新闻网，伫明仔载9月初1会开始运作。从始至终，我唯一的交易对象是黄浩先生跟他100%拥有的公司，我从未跟港屏或台屏有任何的交易关系。头一遍召开记者会，就先讲交易细节。台湾的苹果新闻网交易案，进前传出新的买主就是伊，科技创业家潘吉贤。一屏新闻网和台屏新闻网完全无关，也不会有一个共平台的一个理念。真正说明交易过程，敢若甲黄河接触，无甲香港苹果、台湾苹果联络交易。潘吉贤当时宣布交易案无法度进行，要成立全新的苹果新闻网。你收到的交易对象提供的文件，交易是无法进行的。透过就是龙城创意、新聘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会在9月1号的时候加入公司，新的公司，的确是完全独资。那个财务团队他们预计说1年内呢3到4个亿。苹果日报伫台湾19年，2003年创刊，捌伫2008年达到一天发行52万份的成绩。2019年，甲网络新闻改名做苹果新闻网，后续用会员制加相关付费制度。一直到2020年取消付费订阅制。2021年5月，苹果日报纸本停刊，全力发展网络，后来开始传讲要卖掉。即马苹果新闻网伫要关啊，新媒体伫要上线。潘吉贤强调5项1项绝对原则，未使用台湾苹果的品牌、网址、个资数据、资产，也未介入以苹果新闻网的中立性，绝对遵守台湾法规。
当时聘用台湾苹果特别资遣的这些员工，目前已经知影有96%，差不多200多人同意加入。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手机教学支援工作人员有239个人摕到证照，其中听有个会晓手机的是有172个，占多数有7成。也毋过，有一寡是听无的工作教育的支援人员，因会拄到什么款的挑战，咱同齐来关心。打过拳，那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啊，就这样的打法，这个叫做辛苦。有20年以上手机翻译经验的黄碧如，在台湾手机教学支援工作人员教学演习当中，原来比手机原来讲过来解说手机的动作。甲农教职人员无同的是，听前教职人员会用口语的方式甲学生沟通。毋过台南台北客创学校教务主任拢表示，听前教职人员还佫对农人文化、台湾手机技法有充足熟悉，才有办法将台湾手机教好。语言是文化的基底，好，那如果说他们可以更了解聋人文化，那在这一堂课里面，他们可以表达的更深入一些。聋人习惯的自然语法跟我们中文所说的句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教学上可以加强这一部分。参加教职人员培训的黄碧如表示，甲农教职人员同款，真侪听人无学校一般教学的经验。在带小朋友的时候，可能是老师们的经验都是一开始就跟小朋友约定好，所以这个是我在课堂上面去学习到的。课堂经营是每一位教职人员爱学的功课，甲听无人的语言优势无同。听教职人员用设身处地理解学生伫学习顶悬拄到问题，各用自身的经验，帮助学生了解安怎甲听无的人相处。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人口老化，为着要互公共交通运输，也有医疗资源拢会使对的调整。嘉义县政府即马找中间病院，也有汽车公司斗阵合作。打造2台全国一使用日龄的医疗专车，希望提供时段也是较增加的民众，会当有较好的医疗照顾。那全身扫描6分钟，在台湾来讲，它是算最快的。洪教授介绍这台检查高级密度的机器，是市面顶上先进的设备，检查一个部位40秒，卫生区6分钟。时段检查了后，资料阁会当透过网络传去病院，随提供予医生判断。另外一台女性检查专车，嘛使用上新的数位翕相，提高检查的准度。有最先进的 DEXA， 就是骨质密度，还有的一个检测。那甚至我们还有搭配我们的数位摄影跟心房纤维颤动的一个 AI 的一个智慧检测，还有智慧眼底镜等等。嘉义县政府配合中间病院甲台塑共同开发日龄医疗专车，唔但使用环保标准的客车底盘来打造，佮使用锂电池取代柴油发电，包括它的能源都是用锂电池，包括它的很多的净零排碳的节能减碳都有考虑到的，包括智慧科技跟整个这些医疗系统的结合，我们也结合到了。嘉义县因为公共交通无利便，造成医疗资源重欺平。37天，嘉义县正式启用这2台新开发的行动医疗专车，希望会当提升偏乡的医疗服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巴西。巴西伫10月要举行总统大选，伊嘛已经举办头一场的电视辩论。支持度领先的前总统卢拉，也个要拼连任的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头改正面对下攻击对方的欠点。那伫电视辩论顶悬，也有另外2个女性的候选人，因是表现甲真受侮辱。外界即马就咧要讲，未来1个月选情有可能阁会出现变化。离巴西总统大选剩1个月尔，6个候选人头一届伫辩论会顶悬竞争，要争取国党内工党候选人卢拉。一方面批评波索纳罗，甲巴西毁掉，各地强调伊过去互人民离开产车的政绩。O país que eu deixei é país que o povo tem saudade. É o país do emprego. É o país em que o povo tinha o direito de viver dignamente de cabeça erguida nesse país. E esse país vai voltar. 那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是一直讲卢拉因为食钱封管的歹代，批评伊任内领导的是巴西历史上上届腐败政府。Corrupção houve. Ô, presidente Lula, o senhor quer voltar ao poder para quê? Para continuar fazendo a mesma coisa na Petrobras? 除了卢拉甲波索纳罗，因的竞争激烈，
也让两个女性候选人的表现，嘛是乌干仔在导游。Pela primeira vez, nós vamos ter candidatos falando frente a frente sobre quais são as suas soluções para os problemas reais do Brasil. Aqui não cabe fake news, aqui não cabe inverdades, aqui não cabe mentira, é olho no olho. 代表中间派民主运动党参选的蔡贝德，一日到会场，就口说婆娑立路反民主，制造假新闻。伊伫辩论的过程当中，独立批评婆娑立路讨厌女性，而且嘛共款有食钱的问题，甲罗拉共款是真害。一个收集网络资料做的民调显示，目前罗拉的支持度是46.6%，敢若比婆娑立路的38.3%，悬8.3个百分点，两个人的差距搁一界缩小。即摆选情是哪来哪竞争？若是第一轮的选举无人过半，10月30就会进行第二轮的投票，啥物人会选赢，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嘛是咧日本真出名的煎汤，也就是公共浴缸啊。最近这几档因为人客减少、饲草歹、歹经营，已经一间咧收。部分的业者无想要收的是咧吉头壳变转型，因改造店面也个服务形态。除了来遮会当浸温泉，佮会当来啉白酒，希望要请少年家来交管，延续这项日本的传统文化。原来洗原来卤，再过去有烧水的浴池，好好啊放轻松一下。去公共浴池洗分数，对日本民众来讲是真熟悉。不过最近这几年，这款的场景是愈来愈少啊。There are now very few bathhouses left in central Tokyo. 英国日本民众因为厝内无浴缸啊，惯势去公共浴池洗分数。不过浴缸啊普及了后，去浴池的人嘛减少，人客少，生理歹，下一代就无想要退手，愈来愈侪浴池就安尼收起来。1960年代时阵。日本差不多有18000多间公共浴池，即马敢若剩1800多间。看到珍贵的浴池文化豆豆咧消失，已经住伫日本10年的美国人霍尔顿，甲因同事设立非营利组织煎汤甲邻里，申请世界古迹基金会捐款，协助业者甲浴池过反过。伫东京这间稻荷汤就是其中一间。Bathhouses or public baths are places within the neighborhood where really everybody comes together to share common space from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to students and working people, and then also a lot of elderly people, many of whom might live alone and be prone to isolation. So it's really, I think, a crucial sort of hub for maintaining cohesive communities. 不过反过了后，还有其他的问题。稻荷汤的头家就讲，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致使天然气起价，今年浴场能源的支出是比去年加50%。希望翻新了后，会当请少年人客来增加收入。另外一间嘛，伫东京的金春汤是进行大改造，因伫休困的所在提供美女，用客盘放送歌曲，改变浴场，敢若有老大人会去消费的印象。イメージなんかでも確かに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が多いイメージ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でもこういうおしゃれなところとか最近の銭湯ってあんまそのイメージなくて、結構若い人が多いから一人でも行きやすいし、友達とでも行きやすい。金春汤现任的经营者是今年36岁的欧文良。伊利用数据分析人客消费的时间，调整经营的模式，替老牌子的浴池增加流行元素。在传统甲现代结合之下，打拼甲浴池的文化传承落去。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来关心环境，为了要了解气候变迁对马尔地夫有造成什么款的影响甲冲击，即马有研究团队正在进行一项计划，因会落去1000公尺深的海底去找找海底生态，希望会当找到一寡线索，帮助当地规划保护区，制定政策，降低气候暖化威胁。真清的海水、白色的沙坡，位伫印度洋的马尔地夫群岛，被称作是上帝留伫印度洋的一粒珍珠。伊是一个真浪漫、美国旅行的好所在，也适合放松来度假。算各种水上活动，也过受到全球气候暖化、海水温度上升的冲击。马尔地夫水域珊瑚礁已经出现严重白化现象。当局最近甲英国的研究团队来合作，希望深入探究海底生态，为对抗气候变迁做准备。On board our vessel, we have 2 submersibles, 2 of the most advanced human-occupied vehicles in the world that can go down to 1,000 meters. 研究人员讲，马尔地夫30公尺深以内海域已经知影有几若千种的海洋的生物，不过大概对着30公尺以下的水域所知影意愿有限，因会派遣先进的潜水器到深1000公尺的海底去探索，并且利用先进的设备来记录。另外，这项海底探索任务会甲在地生物学家来合作，因首先来掀开海底神秘的面纱。We're trying to look at what lives on the seabed, what fish are near the seabed,
What are th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that create the habitats where these creatures live? 马尔地夫陆地平均的悬度，敢若比海平面悬出1.5公尺。气候变迁毋但可能互珍珠失去应该有的光彩，甚至可能带来多数沉落去消失的飞机。研究团队希望这摆35天的海底探勘，对着更加了解当地海洋生态有帮助，并且协助马尔地夫制定保育计划，并且划定保护区，把暖化威胁降到上低。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道者，咱来关心天气。今日日时同款是高温偏热，若过昼是落西北风，伫云林以南可能会上大雨。下暗开始，咱就会受现南陆风台外围水汽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会转做乌阴天，嘛开始落雨。咱同齐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